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安安早安，你好。今天我们是实习第2周，我们要来去访问一些职场的老前辈们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OK，Go Go！ 我们今天要去突袭办公室的同事们，让我们看看平常他们都在干嘛吧。走吧 ，Go！ 现在要去找博一，他在配音，不晓得会不会被骂。嗨，干嘛？我在配音。没有，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啦。对啊。好，请说。啊，我说你现在配音嘛？对，暂停，因为被你们那个。哦，好，抱歉。不会。啊，那你就是有没有要跟我分享一下你对于这份工作的工作经验？我觉得就是做记者，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，就是你需要快速在现场之后跑完新闻，你要写稿，这个比大家想象的都还要复杂一点。对，好 ，OK， 了解。好，谢谢博弈。不会。好，那你继续忙吧。好 OK， 拜拜。第2站是办公室，首先我们找到办公室的老大杜主任。嗨，主任你好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对，就是我要问你，你现在的工作内容，还是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剪我们的一个节目，叫那个大家爱读册。请搜寻台南爱读册。那你就是对这份工作有什么就是经验要跟我们分享的吗？像之前我有拍过那个动物的，问人家就是说，你有没有被猪咬过？有没有被猪咬过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，就是说有时候进到宿舍里面去嘛，那个就是你要静静的在那边拍那个猪，它就会靠过来。它靠过来之后，它一看你没有在动，它就会去闻。闻一闻的时候，它也说好奇，它就会咬下去。但是咬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闪，你不要真的被它咬下去，或者真的会痛，感觉会很痛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份工作也是蛮有趣的，对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谢谢主任，那对不起打扰了，拜拜。本集的最后一位是温柔的诗涵姐姐。嗨，我可以访问你吗？可以啊，快打，很快。对，好，来，就是第一个是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是企划啦，但我目前是要用我们节目的粉丝团，就是每天固定的发文这样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再来是你的工作资历。工作资历，我目前在这间公司工作3年多。3年。3年多，看起来应该是3年多。不会，看起来像大学生。对。很好，对，会讲话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是那个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验？就是可能我们今年节目就是有去走访了非常多有趣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可能采访的内容。那当然就是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节目。请再次搜寻台南爱读册。看你好像有点忙，我先不要打扰你好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。